大家好，我哋係香港科技大學嘅學生，我叫 Kevin。我叫 Sunny。咁喺今年2014年嘅1月至2月呢，我哋就有幸參加咗由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所舉辦嘅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今年呢，我哋去咗印尼嘅西加里曼丹省一個叫做 Katapan 嘅地方去保育婆羅洲紅毛猩猩。想唔想知道我哋發生咗啲咩事呢？如果想嘅話，就記住睇呢條片啊！印尼嘅加里曼丹係世界嘅第3大島，同時位於赤道嘅中心，令到島上面嘅熱帶雨林坐擁好多天然資源，當中大片森林成為棕櫚油嘅種植場，直接影響紅毛猩猩嘅生態環境。而 IAR 位於加里曼丹嘅保育中心收留咗當中好多無家可歸嘅猩猩。今次嘅旅程，我哋喺中心入面進行咗一系列嘅保育活動，例如訓練猩猩進行抽血，為年幼猩猩準備豐富嘅小食，甚至嘗試為中心日後嘅運作起咗人生第一座橋。當然一定要分享我哋喺森林裏邊進行咗為期4日嘅猩猩行為觀察。我哋每日嘅工作就係記錄一隻喺舊年放返去森林嘅猩猩嘅生活。現時全球婆羅洲紅毛猩猩野外數目估計少於7萬隻，於 IUCN 紅色名錄中屬瀕危絕種動物。由於佢哋生活喺平均40米高嘅樹上面，唔受監管嘅樹木砍伐對猩猩嘅生存造成嚴重威脅。整個旅程當中，令到我哋最難忘嘅就係離開森林時所見嘅畫面。本應長滿40米高大樹嘅森林，佢因為種植棕櫚樹同埋非法砍伐樹木而變得荒蕪，大量動物無家可歸。眼前嘅景象令到我哋反思一個問題：到底人類有冇權利因為自己嘅需要而剝削其他動物生存嘅空間呢？大家啱啱就睇咗我哋喺印尼方面嘅工作啦。其實我哋翻到嚟香港咧，都好想揾下究竟棕櫚油對我哋有幾大嘅影響，所以我哋就派咗 Kevin 咧，佢去咗超級市場做一個好簡單嘅研究。咁我哋而家呢，就試下揾下同埋數下呢啲食物入面有邊一樣嘢係有 palm oil 或者上面寫住 vegetable oil。喺呢一行入面呢，我哋頭先就數過有152種產品啦。咁其中90%呢，就上面係標籤咗植物油嘅。咁而呢90%入面呢，係得40%上面係寫明咗係 palm oil 嘅。咁到底另外嗰50%呢，係咩嘅植物油呢？而佢哋又冇喺上面標籤咗。咁我手上呢，就拎咗一部分上面標籤咗palm oil 嘅食物啦，咁其實好常見㗎，大家都係啲薯片啊、餅乾啊，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平時食到嘅嘢嚟嘅。正正因為棕櫚油無處不在，難以完全避免，希望大家以後購物嘅時候都會選用可持續棕櫚油嘅產品，為保護雨林同埋紅毛猩猩出一分力。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咧，都對婆羅洲紅毛猩猩呢種瀕危嘅動物有更多嘅認識，亦都更加了解種植棕櫚油或者使用棕櫚油對環境嘅影響。